这石头爱等咧火内底啦，啊烧到吼差不多600-700度，哈尼烧哦，嘿，遮悬，甲石头牵咧在汤内底，用伊就滚啊呢对，伊就滚啦，所以是用安尼的料理方式来煮这碟汤的你啊。烧迄个石头啦，对啊这石头会使滚偌久？所以讲这石头不是青菜的石头，这咱去河谷里面捡的，叫做蛇纹石。蛇纹，对，它是比较接这个比近较明显大理石的材质这样子。嘿所以讲伊较甜啦，才会使放在火内底烧。对。主持人有发现这石头两个色无？嘿，这一个是个无共，烧过，一个是无烧过。哦，所以伊本来嘛是青色的，伊本来嘛是青色的，啊，伊经过高温，伊的色会无去，变紫色，变紫色。所以这烧过也袂使个用。无唔对，因为伊会闭开。变一般的石头。就变一般的石头，咱就搁回归大自然。一粒用一盖尔哦。差不多一盖啦。啊。嘿嘿嘿。